刚开始分林的消息，未了乡六轻工业区，逐天往来这个车流量是有够大，因为敢若靠关渡永和树甲工业路的出入，时常会塞车。为了分散这个车流，分林县政府拓宽第三条路来解决另外道路无够的问题。 大家手提金土啊，乌头前途代表未了乡分离线第2期道路做看记号，希望工程顺利。为了解决过去车辆往回六轻工业区，今日当驶伫咧关渡永和树线和工业路造成的交通问题，分林县政府决定要来甲路做看，互地方拢真欢喜。这条路若拍通了吼，带动迄个六轻的迄个外包商的一个道路使用较方便啦。 第2期工程由交通部公路总局补助2亿元，加上政府出1亿元，要将这2公里的路做跨到机车2线道和汽车4线道。应该伫2024年后年上半年应该会当来完成。施工的时阵，请用路民众拢要加注意安全。同时，咱嘛期待完工了后，会当互整个未了乡的交通更加完善利便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